恭喜萨如拉获得冠军。猜猜我今天要玩点啥？跟我一起去吧。1号选手萨如拉登场了。首先，让我们看萨如拉第一发的表现。哇，漂亮的击打！毋庸置疑，萨如拉获得本次萨如拉冰壶大赛冠军。恭喜萨如拉 ！Yes！ 嘿嘿，这回知道我玩啥了吧？哎呀，玩完回来天都黑了，今天就简单吃个面条。这个在这画着，一会儿和面用。肉先下锅煮着，来点盐。我现在这和面的技术越来越好了。哇，肉也煮好了，看着一大块一大块的肉，想不想吃？面下进去。熟了，出锅。看我这碗面，你们想吃吗？不吃我吃了。太香了，来点韭菜花。吃饱了，今天我都玩累了。该睡觉了。